大家好，我是 Kiwi， 我是 Vanny， 分享书堂也是客語新聞觀察。今晡日我要講一條聽起來是合唱團的新聞，不過背後其實是台灣客家和國際尊嚴的問題。中央社在2026年6月24日報道，客家兒童合唱團參加世界合唱大會，團名是茫然本人改脫。原本的英文名是 National Taiwan Hakka Children's Choir， 也就是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。不過 WSAM 官方網站6月22日設改做 China Taiwan Hakka Children's Choir， 連國名也對台灣改做 China Taiwan。客委會主委顧秀妃開記者會，講也是總統建議施壓，客委會嚴正抗議。客委會要求主辦單位要積極更正名稱，那麼改進來，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就拒絕參加。一件事情的重點，唔單僅是一隻英文單詞的差別。團名代表一個團體的身份，也代表孩子騎上國際舞台時，佢哋係對哪一隻地方來。另一個主辦單位做得因為政治壓力擅自改脫參賽團體嘅名，佢就唔係普通行政作業，也係對參與者嘅尊重，也係對文化主體性嘅尊重。顧秀妃主委講，一個人有人格，國家有國格，唔做得本人踐踏老矮化。我聽到一句話，我想到客家音樂本來係悠揚嘅，係童聲，係旋律，係語言嘅美。唔過當悠揚嘅歌聲行到國際舞台，也會遇到同樣嘅政治現實。世界合唱大會每3年辦一擺，報道講佢係當級合唱盛事，還本人稱作合唱界嘅奧林匹克。所以也唔係細細嘅法通，也唔係無人看嘅角落。正因為舞台台名稱就更加重要。CNN 報道也講，3、4月嘅時節 ，WSCM 網站還係用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嘅名稱。到嚟6月22日，名稱突然本人改脫，也就顯示問題唔係一開始嘅填表錯誤。客委會講，國際合唱聯盟有理事先前來信關心，也認為台灣唔應該受到唔公平對待。不過報道也提到，法通接受澳門政府補助，名稱應該係照澳門政府指示來做。也地就本人看到，國際文化交流有時唔單僅係藝術交流，也會牽涉資源主辦權和政治壓力。對年輕人來講，一件事也提醒人，語言文化哪會行出去，就會準備面對名稱、身份和尊嚴嘅問題。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係民國108年成立，後來由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經營。也唔係一般嘅兒童社團，佢代表政府支持嘅客家語言和音樂推廣，也代表台灣客家孩子嘅聲音。顧秀妃主委也講，世界上唯一嘅客家兒童合唱團就喺台灣。一句話動有力量，因為佢講出客語教育和音樂訓練結合嘅獨特性。當孩子用客語唱歌，佢哋唔單止係表演，佢哋也喺本世界聽到客家語言嘅音色。所以那有人老也分聲音嘅來源改名，當然愛問做乜嘅愛改，但係有權利改，改了以後代表乜嘅意思？客委會一擺嘅態度係名稱冇改轉來就拒絕參加。我認為也唔係情緒性嘅決定，係一種代線。因為我 MV 都上台接受錯誤嘅名稱，咁乜嘅時節還做得講自家有主體性。有時拒絕參加，唔係放棄舞台，係保護下擺行上舞台嘅方式。對客家後生人來講，一件事也唔好看作離自家當然。今日係合唱團嘅名，明日也可能係語言嘅名、學校嘅名、城市嘅名，甚至係人自家嘅名。名字若本人改脫，歷史就可能本人改寫。語言若本人壓低，文化就可能慢慢本人看強。所以，人支持孩子繼續唱，也支持客委會要求更正名稱。歌聲做得溫柔，立場唔是軟弱。客家音樂要行出去，唔係為到本人重新命名，係為到本世界聽到台灣客家嘅本名。也是就講到也感謝大家收聽。
下擺節目再見。